蛋，你凭什么蛋？袂使甲你讲，这答案关系到3万块，我袂使互你知影。请问，人讲食猪脚面线的消毒歹运，这是台湾的风俗。啊，毋过爱选什么款的猪脚较好呢？你有40秒的时间。建筑是倒位啊，建筑。建筑的吧是上好食的咧。嘿啊，是建筑我应该建筑是卡嘛？就这啦，烤豆啦。啊，拢安尼。嘿，几地嘿。1块安尼。哦。腱子肉啦，嘿。啊 ，A 是迄个卡前嘛？骹，D 的前骹，后腿。后腿，嘿。后骹迄啦，因为甲较走，较走啦。后后卡嘛？较早拍纹的对，哎，后腿，拍纹是。哦。后腿。爱较走，猜一下嘛，嗯右节，后腿伫遮嘛，对建制伫遮嘛。嗯，是。 B 吗后腿。确定。 ？B 好啊。哦。 OK。确定哦吼。好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后腿对唔对？来，分数甲加落去。恭喜哦，得到6000咯。咱来听老师甲咱解说这只猪。好啦，老师。哦，因拄则咧讨论的迄个答案是正确的，就是讲后腿较有力吼，会甲遮歹代志拢踢倒。哦。